一個人，我哋唔使點樣數埋一齊啊！4時6分，一定要講埋我呢個先，抱完之後要原地跳一陣，真係㗎。抱完之後要原地跳，抱完原地跳，係。喂，阿收字嗌咩啊？阿收字咩啊？姑蘇係咪？嗌翻聲，聽下啦。嗌試當真，然後原地跳一下喎。唔係嘅，真得啦，唔收你㗎。試當真啦。我哋交俾你啦。你拍我，你拍我先啊。點樣喎？好緊張啊！嗌試當真，好緊張啊！10、9、8、7、射到打啊！喂4、3、2、1，試當真！你人咧唔可以成日靠人哋俾娛樂你噶嘛，你咪好需要人，當人哋唔俾你嘅時候，你咪死硬，咁啊好似吸毒咁樣，流晒口水咁樣，咁我覺得我都幾有呢個意識就係咁，我自己要娛樂到自己嘅。